关刀哦，太多门的这个关刀哦，所以呢是一出门哦，来中下多的吼，来。哇，开始关刀。接着咧，各位介绍，这套这个关刀啊，是咱台中老塑化斋吕松吉吼吊奖哦，这个看家本领哦，是真难见的这个单牌的这个大刀哦，单牌这个大刀哦，来，大家好，我的形象来。哦，大家增加了过来，你快点打给。哦，现在跑跑继续。咱总监讲了，确实真对吼，就是这套大刀内面美甲真济，美甲真济吼。无白出手，无白出手吼。你这个做法安怎行，安怎出，安怎收，哦，拢有伊的学问在内面。哦，那应该那就是你。以前我们不是闹着玩的哦，你这个刀一出啊，那一定要有效果的哦。现在拿牌多多，我真容易看哦。所以咱杨先生的这个大刀来去参加比赛拢真棒哦。即咱特别介绍就是咱泰斗哦，因为咱台中丰原老塑化斋哦，真出名的一间饼店哦，老塑化斋的这个吊奖。吕松吉老师吼，一开始好功夫啊，好功夫。那么伊当年啊，有经过台北五大桥哦，练过这个太错棍哦，所以啊，伊的这个关刀跟后面啊说太错关刀哦。来，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我们杨建新先生的这个太错关刀哦。后来是黄龙正先生的大刀。